夫人，里面好像没人。月妹妹，你这模样到底是怎么了？这些日子我浑身疼痛，四肢无力。你是不是病了？可有御医前来诊断？眼下我被禁闭在此，有人巴不得我能够快快死掉，哪里还肯派御医给我？我这症状奇得古怪，像是受了毒物之害。是何人要害你？我去禀报大王。他位高权重，无人可奈何得了他。再说，他想害我，定是早谋划的滴水不漏。这怎么办？月妹妹，我要怎样才能帮你？你看到那些灌木吗？开着白色的小花，是开着球状的小花吗？它们是土茯苓。你若能挖出它们的根茎，或许还能救我一命。好，你等我，快帮我一起拔。是。快扔上去！给。谢谢。公主，您这又是要去哪儿啊？随便走走。魏后刚刚解了公主的禁足，公主马上就在高堂台待不住了。前日去了云梦台，昨日又去了荣华台，这2日已经把宫里大大小小的宫殿都转遍了。公主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在找芈月妹妹。你们知道她被关在哪儿了吗？好吧，你们不告诉我，我就带着你们日日找，直到找到为止。公主，你这样找又有什么用呢？要是人不在宫里，即使踏破铁鞋也是找不到的。你说人不在宫里？我瞎说的。人不在宫里，那就在外面的离宫了。公主，你就饶了婢子吧，婢子真的不知道。公主要是说是婢子说的，婢子一定性命难保。谁说是你说的了？是本公主自己想到的。快说，月儿被关在哪个离宫啊？公主，快别难为我们了，我们只知道月公主并不在宫内，可是到底在何处，实在不清楚。嫣儿就是懂事，难为你知道我睡不安稳，送来这香枕。母后的安康，婴儿心之所系。听说九节菖蒲、画师开胃、醒神益智，合欢花安五脏、月颜色，
菊花散风清热，平肝明目，它们都有安神促睡眠之功效。因而这些天特地采集了上好的菖蒲、合欢和菊花，做成了这个香枕，望母后舒心气、畅心神、怡心情、益寿延年。瞧瞧，婴儿比嫡亲的女儿还懂得孝敬我。母后待婴儿恩重秋山。玳瑁，把这香枕给我收好，今晚我就用。是。那日幸亏你告诉我，才及时阻止舒儿误入歧途，我该给你赏赐。舒妹妹是母后的心头肉，婴儿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母后明察善断，蛊惑舒妹妹的芈月才是此事的罪魁祸首，绝不能轻易放过她。老天有眼，这2日侍女禀报说那芈月日渐憔悴，似乎得了重病。我传了旨，生死有命，就不用看了。别看她还有一口气，只怕此刻也生不如死。这的确是报应，她若真的死了，一了百了。因儿，我一直想为你成全一门好姻缘。楚国人才济济，论英俊善辩，当属唐乐；论风流潇洒，该是宋玉。你何苦一定要嫁给黄歇呢？婴儿眼中只有黄歇，当世俊杰，无人能比得上他。可你应当知道，黄歇对芈月痴心不改。公子歇并非不知好歹之人，那芈月朝不保夕，再由母后出面替婴儿做主，到头来黄公子定能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，权衡轻重。你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你要是再不把水囊取下来，我就以为你死了。我不能死，我还有2个弟弟要照顾呢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听说绿豆汤最解毒了，以后我每日都给你送来，还有一些吃食也一并送来。我近日觉得好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中的是什么毒，要真正去除还需时日。幸好有这几日的土茯苓，我被关在这里无聊，每日对着窗外辨认花草。那土茯苓是我最熟悉的，它能解毒，还能熬粥熬汤。小时候我弟弟生口疮，生疹子，魁骨也用它治。我能活下来，说明老天要我活下来。你当然要活下来，要不然你怎么对得起我这双手？这些日子把土茯苓把我的指甲都挖烂了，昨夜大王过来，怕他看到，吓得我一直攥着拳头。大王很宠爱你。但是楚国不是我情愿要来的，可魏王说，
楚国要与5国联盟，我嫁过来，如果能讨大王欢喜，对我们魏国，对大家都好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爹是文侯之后，在魏国也算有点地位，大王宠我，只怕是看在魏王的面子上吧。或许是，或许不是，但无论怎样，你都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。世人只要他不瞎，就会珍惜你的。如果大王他真的看中我，我一定会借机向他进言，让他找出害你的人，并放你出来。不，最好不要。你刚到楚国，还不知这楚宫里步步陷阱，人心叵测。我已算是小心，却还是吃尽了苦头。不会人人都是歹人吧？我到了楚国之后，先是遇到了你，然后就是南后姐姐，你们待我都特别好。南后？南后姐姐与我姐妹相称，她每日都到章华台来看我。除此之外，她还把最好的吃食让我先挑，最好的东西让我先用。我在家里是个独女，从小一个人孤独惯了，除了我的排箫，无人与我亲近。如今有了南后姐姐，亲姐妹相处也不过如此吧？不会吧？在这宫里，最不希望大王宠爱你的人，就该是他了。妹妹是不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了？姐姐不信我的话也就罢了，但姐姐要记住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妹妹身陷囹圄，不能在姐姐身边左右照应，姐姐要时时警醒才好。还有，姐姐来月华台看我之事，切不可告诉任何人。哦，放心吧，这件事的轻重我自然明白，我对南后姐姐也不会说的。不过，南后姐姐她确实是真心待我，就像是你真心待我一样。放心吧。啊，我这里还有一些糕饼，你拿着充饥。来。谢谢姐姐。姐姐，妹妹这是去哪儿了？让姐姐好找。我就是随便在外面走走。这些时日与妹妹朝夕相处，一时半刻不见，还真有点想呢。看，这是我新配制好的胭脂，特意拿过来给妹妹试试。谢谢姐姐惦记。你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去给姐姐烹茶。是。快来，来，让姐姐给你试试。你看如何？这般轻薄香甜，姐姐是如何做到的？是用上好的红植竹花瓣放到干净的石臼中，慢慢将花瓣冲成后浆，细砂过滤取汁，然后将当年新骚就好的蚕丝剪成这猪核般大小，放到花枝中浸泡，取出晒干后，就成了妹妹手上这上好的胭脂。怎么了？这胭脂再好，和妹妹的人面桃花相比，也黯然失色。看来妹妹的确用不着这些东西。姐姐尽会说笑。这么好的胭脂，姐姐要不想给，妹妹可要自己拿来用了。你看美人是不是真的有点儿？你看怎么了？你仔细看。哎呦，还真是啊！哎，你看，
大胆，竟然敢在美人这放肆！南后美人恕罪。姐姐，下人们常有粗疏失礼的时候，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若是在我那也罢，可偏偏在妹妹这儿。若不管教，岂不让外人说我放纵手下？莲儿，是，给我掌嘴！哎，姐姐且慢，何不听听他们如何为自己辩解？如果无道理，再打也不迟。既然美人给你们求情，我就给你们次机会，说，到底在嘀咕什么？这，婢子不敢乱说。说吧，说实话，我可以求南后不罚你们。后宫有传言，都说美人闭月羞花，千娇百媚，这是实情啊。可是就是有一处不好。何处不好？妹妹，别听他们嚼舌头，这宫里人向来善于极度挑拨。可是姐姐，妹妹还是想知道何处不好。美人的鼻子。住嘴！美人的鼻子，可是你们这些贱人可说的。给我狠狠打，好让他们知道做婢子的本分。给我接着打，打完了嘴，再罚跪2个时辰10板。南后饶命，南后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乱说了。算了，算了，姐姐，让他们下去吧。妹妹，你心肠太软了。妹妹答应过他们，若他们说实话的话，就不该罚他们。还不谢恩？谢美人宽宏大量。依着姐姐的脾气，非割了他们舌头不可。妹妹，这宫里人就好无事生非。前段日子有人嚼舌头，说赵姬虽然美貌，但声音难听。想当年，这赵姬也是大王的心尖人，可生了孩子后嗓子变哑了，大王也变得对她若即若离的。他不知道从哪听到这消息，心里慌得很，日日找御医下方子治嗓子。哼，说是治嗓子，其实还不是想挽回大王的心思。妹妹身体受之于父母，相貌从小未受过任何人指摘。妹妹在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在外又是王孙贵女，别人巴结你还来不及呢，哪能说你一点不好？如今到了大王的储宫，美女如林，谁也不比谁弱。除了像姐姐这样真心想结交你、处处袒护你的，哪有闭口藏舌的道理？你呀，别理他们便是。姐姐也真是个粗心人，他们不说，我还真没看出妹妹脸上的缺憾。我真的看不出什么。你从小到大都看自己的面孔，自然很难看出瑕疵。莲儿，你来看看。在莲儿看，夫人的确是花容月貌，只是这鼻子有一点点，好像是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什么？一点点歪歪。难怪大王昨日跟我在一起，提起妹妹的容貌，你都不知道大王有多喜欢你。大王先是说你肌肤胜雪，秀色可餐，可后来大王又说，端详你久了，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缺憾。
妹妹别担心，大王提起此事时，我马上打岔过去了。我说，大王，你太过于挑剔了，妹妹是丽质天成，白玉无瑕。可是大王日日都来章华台，他总有一日会看出破绽的。傻妹妹，这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妹妹请看，这样如何？这样呢？或者是这样？谢谢姐姐细心指教，是妹妹聪慧。大王来了。爱妃不必多礼。爱妃啊，寡人想你。爱妃，你可知道，这是寡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摘花给一个女子。谢谢大王。嘘，爱妃啊，今日屋里的灯光为何如此昏暗呢？今晚月光好，如果屋里太明亮了，反而辜负了月亮的皎洁，对吗，大王？爱妃果然好情去案。爱妃，寡人今日这般凉爽，爱妃为何手持羽扇呢？因为臣妾喜欢妙目传情这4个字。好一个妙目传情！在寡人眼里，不光是妙目，你的一举一动无不在传情。子期，夫子，你久等了。为师刚刚完成新政12册，几日后便可呈给大王。这新法主要以军爵平陆、任贤能、赏战功、削冗官、拓荒地等12条法令。楚国的疆域大于秦国，根基深于秦国，人才多于秦国。若能实行新政，必将称霸诸侯。大王倚重夫子，若是这新政12册得以推行，千秋万世将熏记夫子的功业。新政推行，虽大利楚国，但必然会招致朝臣勋贵们的怨恨。老夫但求不像伍子商君那样死无全尸即可。眼下秦国崛起太快，我怕他们不会给楚国太多的时间呐。夫子不必过虑，我国使臣将齐聚郢都，定联盟合约。楚国又是合纵长，有这6国联盟在，即便秦国崛起的再快，他也不可能一口气并吞6国。说得对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何事啊？夫子，我有事相求。你说。月公主因为得罪了威后，被杖责关押起来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恳求夫子帮助疏解，解救月公主。唉，月公主是个身世可怜的女子啊。好吧，
欲治其国者，必先其家。后日大朝，我便竭力陈情，请大王出面询问此事。没有罪名，谁也不能把月公主如何。然后，你就可正式向月公主求亲了。多谢夫子成全。快点儿！对，小心！对，就放到那边，抬到那儿去。对，放这儿，就放这儿。我看，好，放到案几上。妹妹，姐姐，妹妹，快起来！姐姐为酒宴已经辛苦整日，何不坐下歇歇？今日妹妹生辰，大王特别赐宴，你又不喜欢热闹，别人只好作罢。今日只有姐姐和大王替妹妹庆生，若有差池，岂不被大王怪罪？姐姐一直为妹妹操心，妹妹真是感激不尽。此生无以回报，只有来世为姐姐做牛做马了。妹妹再这么说，姐姐可真生气了。啊，你等等啊，那盆花放在门口。是。大王快到宫门口了。知道了。哼，妹妹，天已黄昏，你是否觉得这店里有些昏暗呢？姐姐的意思是，平日里我劝你与大王单独相处时灯光要幽暗，那是为了让大王只看到你曼妙的身材，而忽略了你的缺憾。可今日是盛宴，灯光过暗，一是不吉利，二是坏了气氛。那可怎么办？我想，何不把那九尾天狐灯拿来，放到妹妹身后高处？灯下黑的道理，妹妹是懂的吧？既照亮了大殿，又照不到妹妹，你觉得这主意如何？姐姐好聪明，我这就进去把九尾天狐灯拿出来。妹妹快去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大王到！大王，爱妃请起，都起来吧。今日寿星何在啊？臣妾不好说。美人病了？美人妹妹没病，只是回去取九尾天狐灯了。取灯就取灯吗？有何不好讲的？可臣妾认为，美人这么做，未免对大王太为不敬了。那盏灯是爱妃送给美人的吧？更何况寡人看来，那灯也没有什么不好啊。正因为好，所以才被妹妹再三讨要，我不得不给她。竟是她向你抢索的？爱妃，你宽容大度，待人温柔敦厚。魏美人刚刚入宫，一盏灯而已，小事一桩，给她就给她了。可她讨要的理由也太牵强了。什么理由？爱妃一向心直口快，今日为何这般吞吞吐吐？有寡人在这儿，但说无妨。爱妃，他说他要用这盏灯去除异味。大王，您弄疼臣妾了。他当真是这么说的？请大王息怒。臣妾喜欢“妙语传情”这4个字。
极了。你为何总是遮着你的面孔？寡人听不清你在说什么。臣妾说，轻歌曼舞，婀娜多姿，真是好极了。今夜清冷，你那扇子该收了吧？是。今日的菜肴不合爱妃的胃口？不，南后姐姐特意让御厨精心准备，菜肴美味可口。那是酒不好喽？不是。那寡人为何见你菜味吃一口，酒味喝一樽呢？是不是因为这里有一股让你难以忍受的恶臭？大王说笑了。那你为何遮遮掩掩？大王，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敢捂住你的鼻子？来人！大王，把这个矫情的贱人拉下去，割了他的娇贵的鼻子！大王，冤枉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冤枉啊！大王，冤枉啊！大王，大王！今日朝会，寡人是想就即将举行的六国会盟一事跟你等商讨，还望众爱卿畅所欲言。微臣听说魏国美人不知何事触怒了大王，昨晚受了异刑。是又如何？魏国送亲的使者尚未离开郢都，便发生这等事情，的确难堪。楚魏联盟由此可能破裂。魏国使者准备就此事递交国书，要求说明缘由，并且道歉。哼！大王，魏王的颜面的确因此而受到羞辱，大王不妨给他们一些安抚。你竟然让大王向魏王赔礼告罪！臣以为屈作图打着合纵的幌子，让我大楚包羞忍辱，置大王的尊严于沟渠。一个美人只是割了鼻子，又不是掉了脑袋，道什么歉呢？大王，此事关系重大。够了！寡人对这个魏美人已经仁至义尽。再者说，这魏美人的事是寡人后宫的家事，与你何干啊？与你们何干？与魏国何干？与河东何干？退朝！夫子。啊，子歇呀。弟子在此恭候夫子多时，何必在这儿等？朝会若有结果，我自会同你说的。弟子一早听说，因为魏美人受刑，魏楚联盟之事可能破裂了。唉，大王正在气头上，根本不听劝说。合纵之事有了裂隙，解救月公主之事，也只好先搁置些时日了。姑姑，欢公子来的正好，已经有月儿的下落了，说是关在宫外的月华台。我现在就去求淑公主想办法救她。月华台。姑姑衍生，敢问来找谁？有何事？我是魁姑云梦台的，
有要紧的事要求见舒公主。姑姑真不巧，我们舒公主正在午睡。那我等等。这里是高堂台，不是云梦台，你还是走吧。可我真的有非常要紧的事。此刻让你走还是客气的，惊动了威后，只怕你我担待不起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少啰嗦，快走吧！我求求你们了，走！好大的胆子！你们敢做我的主了？公主恕罪。葵姑姑，月儿到底怎样了？有人在月华台见着她了，说是病得很厉害。虽然现在无人给她定罪，但也没人给她释罪，所以根本不给她拍太医，只是由着她去死。母后，舒儿来了，快坐下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今日我让大祭司为你的婚事占了一卜，离下镇上寅戌之象，大祭司说是少见的姻缘奇卦，日后成亲，你和你的夫婿将成为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。母后为舒儿的婚事如此操劳，舒儿心中不忍。当娘亲的命里注定是要为儿女操碎心的。母亲果真舍得舒儿远嫁？当然舍不得。10月怀胎，千辛万苦，看你长成亭亭玉立，我是又欢喜又担心。担心你找不到好的夫婿，误了终身，所以我千挑万选，选中了赵侯雍。他雄韬伟略，文武双全。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骨肉，你就会明白为娘的苦心了。所以做娘亲的对自己的儿女都是舐犊情深的，对吗？这是自然。舒儿有母后是舒儿的大幸，可是那些没有娘亲的女子岂不是特别的可怜？舒儿嫁人，日后有了儿女，舒儿在他们身边为他们遮风挡雨。可万一有一日舒儿不在了，儿女们无依无靠，只能任凭他人宰割欺凌。舒儿一想到如此情景，心中凄然。舒儿此言何意？母后，如今宫中上下人人皆知月妹妹在月华台病得很厉害，母后看在她娘亲早逝的份上，让太医去救救她吧。不许你再跟我提那忤逆不道的贱人。母后，月妹妹虽非母后亲生，可也是父王的亲骨肉啊。她是咎由自取。前阵子因为月妹妹顶撞了母后，所以把她关了起来。可如今舒儿这边早已风平浪静，月妹妹那儿却余波未了，仍被囚禁。如今月妹妹病了，也不给她看病，由着她去死。月妹妹与舒儿同父异母，别人知道了，只会说王兄母后欺负月妹妹，孤苦伶仃。舒儿远嫁别国，君臣和百姓们更会因为大楚如此对待先王的亲生骨肉，更加藐视母后、王兄和舒儿。舒儿思前想后，母后就算与月妹妹有深仇大恨，也应该为了大楚的名声和舒儿的将来，救救月儿吧。不然怎样？不然舒儿万万不敢嫁人了，免得上天报应，将来儿女一生凄苦。舒妹妹，你说这话就差了。母后日日为你操心劳神，你怎忍心用自己的姻缘来要挟母后？那个芈月天生祸人败事，她若知晓孝顺二字，就该早早赴死，免得在世间祸害别人，更坏了你与母后的骨肉之情。你闭嘴！月妹妹落到如此地步，定是有你在作怪。你极恨她，时时在母后面前恶意挑唆。月妹妹要是有3长2短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敢问公子姓名？在下姓黄名歇，太子伴读。黄公子，你有何事？敢问月公主是不是关押在里面？不错，我等奉威后之命看过此处。让我进去。进宫之地，公子不可无礼。快要走开！走，去叫人。走。月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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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歇，你怎么了？别怕，我这就带你走。子歇，起来。
乱狂徒，私闯进宫，乃是死罪。今日我黄歇就是闯了，你们又能如何？拿你归案。月儿，你先躺下。子歇，子歇，那得先问问我的剑。上。小心！小心，子歇！子歇，有皇姑主过，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！月儿，子歇不怕死。子歇，你们来拿我的性命吧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等一下，杀了太子陪都，动静闹大了，可不好交代啊。月公主是大王的妹妹，伤了她，大王怪罪，更不好交代啊。住手！嫡公主在此，谁敢无礼？姐姐，月儿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对月公主和皇公子动手！公主恕罪，我们也是奉命而行。给我滚出去！还不快滚！走走。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这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快拿水来！月儿，姐姐，喝不得。为什么？有毒。有毒？快去叫女医！快去！这水里有毒！月儿，你们还不快去！公主，苏公主，姐姐，不能喝，姐姐，出去告诉外面的人。说舒公主饿了，吃了这里的东西；舒公主渴了，喝了这儿的水，随他们怎么办吧。快走！月儿，何苦呢？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魏后不好了！出了什么事？大惊小怪的。皇公子黄歇私自闯入了月华台，简直无法无天！让侍卫把他拿下。魏后，舒公主也去了，还吃了芈月那边有毒的糕点，喝了有毒的茶水。哪儿来的毒？据说那月公主的病就是与宫里送过去的吃食有关。快去叫女医治，去月华台救我的舒儿要紧。是。说，谁背着我下的毒？奴婢不敢。你鬼迷心窍了！母后，婴儿只是恨那芈月，除了忤逆您，还狐媚皇公子，教坏了舒妹妹。如果她不在了，不是给您去了块心病吗？女医治，先给姐姐解毒。别担心了，我已经吃过解毒的药了。皇公子的伤口也包扎好了。子歇，月儿，放心吧。月儿的病到底怎么样了？月儿中毒身吗？月公主是我见过运气最好的人。女医治奇怪，虽然中了剧毒，但症状却没有想象中的严重。世间奇怪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，见怪不怪了。只怕宫里的有些人是坐不住了，他们一直以为月公主必死无疑。我这里有丹丸，每日只需1粒，服后会发烧，会卡血。你们若信我，就让她用；若不信，就算了。多谢女医治救月儿。不是我要救月公主，是她命里不该死。珍珠、珊瑚。公主，你们回去告诉母后，就说舒公主留在月华台不走了，和月公主同吃同住。谁要想下毒的，
让他下好了。是，姐姐。微后，拜见微后。舒儿的病情如何？中毒不深，并无大碍，只需好好调养几日便可痊愈。我要你守在舒公主身边，确保我舒儿无恙。是。那个芈月怎么样了？依奴婢看，她的病是因淤毒入络，邪犯上焦，邪热破血妄行，病入膏肓。这么说，她是没救了。命是上天给的，上天要带她走，无人可阻挡；上天要留她在，无人可送走。这次她中毒，我想知道她是留还是走。那要看少司命的意思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微后，舒公主说，即便她病好了，也要留在月华台与芈月同吃同住。由她去吧。你告诉下面，衣食住行不可怠慢，给我好生伺候着。若有半点差池，我让他们都去死。是。因儿那丫头有点走火入魔，你们给我留点神。奴婢明白。咳嗽了，来，起来喝点水吧。睡吧，我陪着你。气色好多了。舒公主，月儿，这是刚熬好的粥，喝一点吧。我来喂你吧。不烫吧？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月儿笑什么？月儿好福气，若没有你和舒姐姐，我就看不到这园子里的景色了。月儿别这么说，只要黄歇在，月儿永远有好山好水可以看。月儿的命是子歇给的。月儿，
就是子歇的性命。你为何要对我这样好？因为月儿值得我对你这样好。我要还你。不用还。还你，用一辈子还你。一辈子太少。那就生生世世，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秦王在此亲临郢都，楚王命我等在此恭候大驾。有礼。不过2月10日，臣弟与王兄又来到郢都城了。大良造公孙衍曾经劝寡人改弦更张，弃南就义，弃远就近，迎娶魏国公主。寡人却因此更觉得楚国这一趟必来不可。楚离子，你怎么看？王兄是觉得不易到手的东西更珍贵。这一回，寡人想要的东西都会到手。拜见大王，楚离子。张子免礼。寡人在路上已经听说，张子一张妙嘴，顶下千军万马，略施小计，便离间了楚国和魏国的关系。想来有张子在，要让那6国合纵变得分崩离析，并非难事。大王，有时候一个人的鼻子要强过数万兵马将士。本王这次来郢都，名义上是来给舒公主下聘礼的，但聘礼下得成下不成，还有变数。张子看，这步棋该如何走啊？只要将秦楚联姻做成事实，这5国合纵就告吹了。不过赵侯雍这几日也派了使臣到郢都来向楚公主求婚，就住在这家驿馆里。所以大王这一次遇上了一个劲敌呀。那赵侯雍与朝阳来往热络，朝阳在宫中根深权重，若他站出来为赵侯雍说话，这分量不可小觑。你今日晚些时候，给晋上送些好礼过去。即使朝阳替赵国鼓吹，那晋上也该有话可说。你送礼，他也会送礼，送来送去不就是个礼吗？可有一样东西比礼管用，那就是情。楚公主对秦王有情，秦王对楚公主有意，为什么要将这个事瞒得密不透风呢？倒不如散出去，让越多的人知道越好，最好让赵国的使臣也知道。张子说的有理，姻缘讲究水到渠成，能想法子让赵国使臣知难而退，是最好不过了。与其苦等水到渠成，不如早早的将生米做成熟饭，这叫大行不拘细谨。妹妹，姐姐，你也是太不听话了，身子这么虚，动不动都咳出血来，怎么还做针线呀？我今日觉得精神好多了，想做个香囊给子歇。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不在这1日2日的。我能活到今日，全靠姐姐舍命相救。这次若没有你，净说傻话。
上次我被蛇咬，妹妹不也是舍命相救吗？在我心里，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倩姐姐的。那你以后啊，就慢慢还吧。哎，其实现在想起来，你和那个黄公子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妹妹福泽深厚，才能找到像黄公子那样万里挑一的好男人。姐姐别急，姐姐是月儿命中的贵人，月儿为了答谢贵人，定会想法子尽力成全姐姐的姻缘。数你嘴甜。好在你我都各有心上人，不然姐姐定是抢不过你的。姐姐放心，只要是姐姐的心上人，我定不会与你抢。魏美人一事已经危及到楚魏两国的关系。魏国使者离开郢都之时提出，若大王再不向魏国致歉，那会盟之事就提也不要再提了。微臣以为，合纵乃眼下重中之重，会盟尚未开始就面临分裂，绝非吉兆。动辄便用合纵吓人，合纵原本只是屈左图的一厢情愿，真正做起来困难重重。大王应该已经知道，2日前秦王嬴驷带着丰厚的聘礼又来到了郢都。论诚意，那5国都是口是心非，远不如秦国真心。大王，齐国一向野心勃勃，赵国、魏国更是心怀叵测。他们推举我们楚国为合纵长，无非是因为秦国崛起令他们心生惧意。他们推举我们楚国挑头，与秦国相斗，两败俱伤。5国表面上热热闹闹，鼓噪在郢都会盟，背地里却各打各自的算盘，早就同床异梦了。晋上，此话怎讲？大王，臣接到密报，韩王1月前派人到咸阳，与秦王嬴驷密谈。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，恐怕除了他们自己，无人知晓。但若对楚国有利，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偷偷摸摸。晋上大夫真是耳目灵光啊！老夫不明白的是，你只是楚国的一个上大夫，为何竟能掌握如此之多的秘闻消息？老令尹，大王，合纵之事能否成功，不在魏韩这些随风而倒的诸国，而在赵侯雍、齐王这些强悍国君。赵侯雍乃诸侯中龙汉凤雏，他派使者来郢都，求取芈叔公主。此事若成，可谓珠联璧合，合纵会盟之事易如反掌。此事容寡人再好好想想。月儿，把药喝了。子期，告诉我实情。我几次要你陪我去见魏美人姐姐，你都屡屡推诿，为何？那魏美人，还是不要去看了。姐姐怎么了？她因为开罪了大王，被大王割掉了鼻子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据说是南后因为争宠设下的圈套。可不管怎样，大王都不该如此蛮横。魏姐姐，她也是王侯之女，怎可视如草芥？这宫中的女人，哪个不是诸国权势权衡的赌注？即便身为公主、王侯之女，谁又能左右自己的命运？只是这魏美人的遭际，实在让人扼腕叹息啊！若是没有美人姐姐援手搭救，我的命早就没了。可如今姐姐遭难，我却束手无策。估计宫中只有你在真心为她难过。多少人都认为，只有别人死，自己才能活。今日是他人死自己活，明日就是自己死他人活，有什么区别？
我不要过这种日子。敢问姑姑，前不久有个魏美人住在这章华台里，你可知道她的去向？还魏美人呢，鼻子都没了，活脱一个丑八怪。姑姑可否告知，我在何处能找到她？婢子不知道啊，这远近处处亭台楼阁，看起来好风光啊，谁知道哪日就成了冷宫了，还这个美人那个美人的。今日可能是掌中的珍宝，那明日呢，就是落地黄花喽。既然姑姑不知道她的下落，那能否让我去她的寝宫看看？想去就去吧，大王有令，这里边的东西啊，早就都清干净了。多谢姑父。张子，张子，张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月公主，昨日魏美人在冷宫自杀死了，在下特意来祭奠太仙儿。唉。这不，看到他留下的牌箫，睹物思人，有些伤感。月公主，张子与魏美人曾有交集？没有。张子何时变得如此多愁善感？虽说魏美人与在下素昧平生，但魏美人毕竟是因我而死。不是说那是南后郑袖的手段吗？给南后出谋划策的正是在下。张子，魏美人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害她？并不是张仪要害一个弱女子，只可惜她是屈原和朝阳搞合纵联盟的一枚棋子。就算她是棋子，又碍你何事？张仪与人有过约定，不得不借魏美人鼻子一用。卑鄙！卑鄙的不是张仪。魏王和朝阳深知楚王贪图酒色，将魏美人送进楚宫，曲意奉承，他们才卑鄙。张子，我和姑姑当初搭救你，是把你当成了君子。张仪做事有谋略，讲黑白，但从来都不是君子。我知道，月公主在气头上，此事说什么都无用。但希望将来有一日，月公主能明白在下这份不得已。好，不用说了，你我交情到此为止，再无需交往。月公主，请转告舒公主，秦王已经带着聘礼回到郢都。舒公主难道不想和秦国大王再见一面，互诉衷肠吗？见不见，关你何事？